中山嘅豪宅玩家請注意啦！中山山姆旁展銳江悅灣全新加推嘅150平方奢華精裝樣板間已經全面開放啦！全中山嘅絕版戶型啊，睇過之後你就知道咩叫錯過不再有啦！跟住我嘅鏡頭，大家嚟參觀一下啦！歡迎嚟到我哋150平方嘅示範單位，再睇下我哋呢個70平方嘅無柱化櫃廳先啦！朋友聚會、家庭聚餐，擺多幾圍都唔怕擠迫啊！再睇下我哋呢個超6米9嘅250平方輪動空間先啦，就雙筒間改影金室，你想點整就點整。呢度就係我哋超40平方嘅豪華主人房，透支係帶埋浴缸添喎，仲有我哋嘅女王衣帽間都係配備埋俾你嘅，呢啲先係豪宅該有嘅牌面啊嘛。重點嚟啦，喺呢度買150個平方，得到嘅係210個平方，有妥妥嘅60個平方係全部贈送翻俾你嘅，遠超140% 嘅使用率，相當於花剛需嘅錢啊，住上咗別墅級嘅尺度啊！而且呢個位置呢係絕版戶型嚟嘅，以後就唔會再報建審批噶啦。等於喺江悅灣之後喺中山再難揾出同款啊！喺呢度唔只有面子，更有內涵啊！中山首個禪意園林，南北對流，船南向，互動互不干擾，連對視都唔使驚啊！隱私同舒適度直接拉滿。石岐主城區中山山姆旁加埋我哋嘅萬科物業啊，88方至120方嘅精裝園景洋房，再加上我哋嘅150平方嘅空中大平層單位，現樓現證，精裝交付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帶大家嚟實體體驗一下嘅喎。